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拘捕非法移民時，繼續進行車輛攔截行動。接連發生移民喺揸車期間被執法人員擊斃嘅事故，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星期二指示執法人員暫停車輛攔截。白宮邊境事務主管霍曼話，有關指示只係屬於暫時，但係一日之後就被特朗普總統推翻。佢星期三話唔能夠放棄最重要同埋有效打擊罪犯嘅截車行動，否則就正中罪犯下懷。國土安全部長穆林亦都轉發特朗普嘅貼文，話非法移民無論身在何處都會被逮捕並且遣返。兩個緬因州聯邦參議員就支持暫停車輛攔截。I believe that the DHS position of having a halt in these traffic stops until we know more answers is the right way to go. 消息話，被擊斃嘅哥倫比亞同埋墨西哥男人唔係執法行動嘅原定目標，外界再次質疑當局嘅執法手法。涉事執法人員亦都冇佩戴隨身攝錄機。國土安全部承諾，每個小組至少會有一個人配備隨身攝錄機。與此同時，佛羅里達州一個28歲嘅男人喺逃避移民執法人員追捕嘅時候，被一架大型貨車撞到身亡，係大約一個星期內第3宗同類致命事故。